點解廣東人成日講以水為財呢？呢個唔係單純嘅意頭咁簡單，背後係嶺南千年嘅地理商貿文化。廣東自古河網密佈，三江出海，靠水生存，靠水出行。古代冇公路鐵路，貨運全靠水路，船去到邊，貨就去到邊，財就跟住到邊。所以水流就等於財流，水旺就等於商旺。另外，自古就講山管人丁，水管財。水主流動，主聚散，亦主財源。廣東做生意嘅人尤其信呢啲，開鋪起屋都中意近水、迎水、聚水，認為水可以聚氣聚財，所以喺粵語入面直接就將水當成係錢嘅代名詞啦。一嚿水係100蚊，一撇水係1000蚊，磅水就係俾錢，搭水就好有錢，豬籠入水就係財源滾滾啦。工資就叫薪水，路費就叫水腳，抽利就叫食水。所以廣東人講以水為財，唔係迷信，係生活經驗同埋商業文化沉澱落嚟嘅民族智慧。有水先有生機，有水先有財路。呢個正係廣東人真正嘅求財哲學。